無糖香蕉、草莓花生、燕麥餅乾、煮香蕉、草莓花生醬、燕麥片蘋果醬、肉桂粉鹽，預熱烤箱至180度，備一張烘焙紙或者抹油鋪在烤盤上，喺大碗中將整碎嘅香蕉同埋草莓泥混合均勻，加入花生醬同埋蘋果醬，攪拌均勻，篩入燕麥片，加入肉桂粉同埋少許鹽，拌均成團狀。用湯匙或者手將麵團取適量，編成扁平嘅餅乾狀，放入預備好嘅烤盤上，可用手稍微整形，將烤盤放入預熱好嘅烤箱，供烤約12到15分鐘，直到邊緣微金黃取出。大家記得點讚同關注我哋。